再来看希腊的国会将通过同性婚姻合法，真做是头一个婚姻平权的东正教国家哦。也毋过伫国会外口有东正教的成员伫抗议，表示反对。Επί της αρχής του σχεδίου νόμου ψήφισαν ναι 176. 希腊上大圣将为头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东正教国家。 Όνειρο, το περιμένω εδώ και πάρα πολλά χρόνια, όπως όλοι μας, αλλά κυριολεκτικά δεν ξέρω πώς να περιγράψω πραγματικά. 这项立法允准同性伴侣会当领养子女，并承认是囡仔合法的父母。不过，甲后面一寡国家同款，也是有一寡麻烦的问题未使实施，像讲照白生囝。总理米佐塔基斯以平等的前提支持同婚，不过伊嘛讲，把妇女当作生囝机器都未使。 即天伫国会外大庭反对这项立法的民众聚集，希腊有超过80%人信仰东正教。这个法案推出前，就已经引起希腊东正教正生气，佮放调抵制。极右派正东政客也讲，这个法是伫希腊家庭内放一条炸弹。 伫后面27个会员国内底，有15个实施同性婚姻合法。保守派总理米佐塔基斯去年成功连任，和中间派甲中左派大输。伊第二任期开始了后几天，就伫推出这个法，希望甲后面的脚步同齐。希腊社会也是注重家庭价值观甲组成，性别方面较对袂着西方国家。最近一份民调显示，62%受访者赞成同婚，69%反对同性伴侣生囝饲囝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